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Couple and Cats 貝多芬，我係 Angel。嚟過台灣嘅朋友應該都會發現有一啲用詞呢係跟香港真係好唔一樣㗎。譬如話香港叫做士多啤梨，咁喺台灣呢就變成草莓。Vanilla 呢喺台灣就叫香草，而菠蘿呢就叫做鳳梨。聽起嚟就差好遠，但其實就係指同一樣嘅嘢嚟。但相反呢，有一啲詞語睇起嚟就好似嘅，但其實佢哋嘅意思就可以差好遠啦。以下嘅幾個例子就係我喺台灣嘅日常生活裏邊覺得幾有趣嘅用詞差異啦。有一日我哋嘅冷氣機突然間開唔到，我哋即刻聯絡冷氣機品牌嘅服務中心，就預約到付維修啦。喺電話中我就好順口問咗一句：請問呢一台冷氣仲有冇保養啊？結果對方靜咗一秒，而語氣就好疑惑咁答我：你係咪話保固啊？保養就唔係保固，而保固亦都唔係保養。後嚟至知道，原來喺台灣保固同保養其實係兩回事嚟㗎。喺香港大家都會習慣講呢部電器有冇保養啊？其實講嘅就係呢一個產品有冇免費維修嘅保障期啦。但喺台灣，如果你咁樣講，對方可能會以為你喺度問關於定期清潔保養，而唔係呢個有壞包修嘅服務。簡單嚟講，台灣人講嘅保固係指產品喺一定嘅期間內，如果喺正常使用嘅情況之下壞咗，廠商就會免費幫你維修或者更換零件，呢個就好似一個售後嘅保證。而保養呢，就係指你主動定期幫產品做檢查、清潔或者維護，令到產品更加耐用同更長壽。舉例嚟講，冷氣機每年請人洗冷氣就算係一種保養啦。喺香港，基本上大家都統稱呢一類嘅冰涼甜品呢叫做雪糕，就好似去麥當勞買杯雪糕、去超市買盒雪糕呢一種嘅講法，大家都會聽得明，亦都習慣咗咁講。但嚟到台灣就會發現，雪糕呢一個詞其實就好少聽到嘅，反而就被更細分成兩個唔同嘅名，就係冰淇淋同雙淇淋啦。咁佢哋到底有啲咩唔同呢？冰淇淋就係我哋熟悉嘅嗰種裝喺紙杯或者大桶裏邊，有啲硬，用匙羹一球一球咁刮出嚟食嗰種，口感就比較紮實濃郁啲，食起嚟都比較有分量，放喺外面都冇咁快溶嘅，仲可以慢慢咁享受下。冰淇淋呢喺超市都好常見嘅，而雙淇淋呢，英文名就叫做 soft serve， 我估嗰個雙字就係由 soft 引申出嚟啦。雙淇淋呢，就係喺機器裏邊現成擠出嚟嘅，便利商店啦，例如全家71都成日會見到嘅，質地就比較軟，口感就綿滑，食落口呢，好快就會化開㗎。而因為佢嘅水分同空氣比例都比較高，如果天氣熱呢，好快就會開始融化㗎啦。特別係如果想拎住嚟影相啊，動作就要快啲啦。喺香港呢，一般人日常生活裏邊，饅頭同包子其實就唔會分得太過仔細嘅，甚至有唔少人都會以為係差唔多嘅嘢嚟。而喺台灣，饅頭、包子呢兩個字呢，就用得比較精準啦。去賣場或者超市嗰陣時，有一區係會寫住饅頭包子嘅，因為喺台灣呢兩樣係唔一樣㗎。簡單嚟講，饅頭裏邊係冇餡嘅，食嘅係麵香同埋 Q 彈嘅口感，就好似白饅頭、黑糖饅頭、鮮奶饅頭就只係單純嘅麵團啦。而包子呢，裏邊係有餡嘅，口味選擇都好多，就好似肉包、菜包、豆沙包、叉燒包等等。因為有餡喺裏邊，所以熱量都少少高一啲啦。吐司即係香港叫做多士，香港常見嘅多士呢，就係以薄片為主嘅，尤其喺茶餐廳裏面常見嘅係奶油多啦、油尖多等等。而厚多士呢，就應該係法蘭西多士啦。喺台灣嘅早餐店食早餐，菜單上面經常都會睇到兩個品項，就係吐司同埋厚片啦。一開始我都好自然地咁以為，
只係厚度唔一樣啦，一個就薄啲，一個就厚一啲，應該都差唔多啫。結果就係我錯咗啦，食落去之後至發現完全唔係我諗嘅嗰回事嚟。先講吐司啦，通常都係2片嘅白吐司，夾咗唔同嘅餡料，就好似係火腿蛋、培根、肉排、生菜、芝士。簡單嚟講就係一份完整嘅三文治早餐啦。而厚片呢，就唔係三文治嚟，佢就係一片好厚嘅方形吐司，上面就搽咗各種嘅醬料，再拎去烤一下，比如話奶酥啦、草莓醬、朱古力，甚至仲有蒜味添，好適合想食輕食嘅時候點一片嚟食啦。所以話睇起嚟只係厚薄之差，咁其實根本就係食法唔同，連角色都唔同啊！關於我喺台灣呢啲生活小發現，呢一集就先分享到呢度啦。你哋喺台灣生活裏邊有冇遇過類似嘅用詞呢？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如果你哋中意呢一條片，唔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仲有分享俾你哋嘅朋友。下一集再見，拜拜。